香港運輸署近日發布公告，唔好相信各平台上面嘅宣傳，港車北上要增加口岸，申請港車北上之後，仲可以獲得深圳灣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。注意呢兩項完全係唔同嘅計劃。目前官方只係喺2025年9月發布，港車北上喺星期二、星期三唔使預約就可以出行嘅安排，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出行前往廣東省，其餘時間依舊保持預約制。而計劃嘅申請資格、程序同埋抽籤安排維持不變。而深圳灣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到粵，每次出行就必須申請，喺配額5日嘅有效期內，經深圳灣口岸到粵一次，逗留最多7日，必須經深圳灣返香港。兩個計劃唔可以同時持有，唔好俾黑心中介誤導啦。仲有粵車南下，目前只係公佈過爭取喺11月實施嘅信息，初期名額100個，所以上網嘅時候千祈要認真分別信息嘅真假啦。更多兩地牌資訊，下次講俾你聽。